来继续来看台湾有一对男女朋友到日本的 Okinawa 家己赛车来游览，家一咧骑铁马，日本民众共弄着伤，伫个警察局互拘留10天。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庭伫个面册内表示，那霸办事处的同仁有陪家属去探望，嘛协助聘请律师来处理咯。另外有住伫日本的台湾人伫个面册内发文章，讲人日本人一般咧坐电车，袂讲手机嘛袂接电话。伊迄天咧坐电车，车厢内底有一半是台湾人，若大声讲话、大声喊话，佮一直来换座位，安尼嘻嘻哈哈，实在互伊感觉真见笑。所以乡亲啊，若出国游览，除了爱注意安全，嘛爱入境随俗，遵守当地规定，才袂妨看破卡手。今日直直落西北川乡真浪漫，日本是袂少台湾人介意去佚佗的所在，毋过去国外佚佗爱特别注意。伫日本的台湾人伫面册发文章，家己坐列车，发现车厢有一半是台湾旅客，毋过因直直开讲咧算座位换来换去，甚至甲指定座位当作自由座，互列车长要求爱补票，互伊真不得已甲耳机挂起来。一般日本人在电车上，是不会讲手机的，也不会接听电话哈，他们都是用手在打简讯。其他礼仪像甲牌影排伫身体头前，避免弄着别人。除了坐电车，伫日本家己赛车佚佗嘛要注意。午後8時前浮世が真正传出一对台湾女伴伫Okinawa赛车旅游，无细日弄着脚踏车的起事，虽然对方轻伤，毋过也是有可能互检警拘留10天。主治代表谢中庭嘛发文章表示，那霸办事处同仁已经协助家属去探望。一般来讲，车后拘留确实是2-3天，目前嘛协助民众请律师来到处理。日本是靠左行驶哈，那跟台湾是完全相反的。很多驾驶不太会礼让行人了哈，那这个是在日本是有罚则的。在日本开车如果是雪地好的话，通常在平常刹车的之前几秒钟就要先刹车哈，所以如果是以在台湾这个干地上面的开车的习惯哈，可能刹车会太晚哈。旅游达人嘛提醒租车建议爱保险，毋过弄红灯或者是我弯无让，造成弄到自行车或者是行人等等重大过失，保险嘛有可能袂理赔。一旦发生车祸，嘛先报警，留伫原本的所在等。若无会互当作是肇事逃走，有保险可能嘛无效。提醒民众出外佚佗爱先做好功课，而且嘛要遵守相关的规定，避免发生意外，袂负反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